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、解文说理。好朋友今日来研究几句我讨海人所讲的俗语话。头一句我捌听人讲牵鼓挖笋，咱就要来探讨。鼓就是希望啊。过去大家牵希望，规定人你牵一头，我牵一头，愈侪人来牵愈好。出来伫咧望鱼啊，迄个动作，牵鼓挖笋咧讲啥？煞毋知影有个人大人来，连囡仔都叫来，手来挖笋，无毋对啦。有挖有人有分。虽然讲较好听的讲下麦骹手济，毋过安那加减有人会计较，计较安那？国情头拄仔咧讲鼓就是希望，所以先招你研究一下过去的俗语话。放希望啊，迄间寮啊，叫做鼓寮。啊，万不离若火烧咧，火烧鼓寮，希望啊拢烧了，所以火烧鼓寮就全无望。打沙屯海就了王工，有影咱捌听过即句话，啊，就爱写即个鼓才有正确，因为这代表希望啊。放希望啊的鼓寮，迄间寮啊，互火烧去啊，希望啊拢烧伤稀散，所以毋是写香鼓的鼓嘛，毋是写孤单的孤。啊，国情头拄仔讲有人会计较你，计较讲连囡仔叫来牵鼓挖笋，所有人都有要分，望到鱼啊，恁兜就分5分、分6分，规气互你脱裤为海啦。即句脱裤为海，原来讨海人才有咧讲的俗语话，咱知影。裤脱起来，叫你去围海，所有海看你围会行袂，看你围会倒，围会起来袂。意思讲吼，大人若咧讲啥，你着要插，你着要望，你着要算你的额。意思讲，即个人杂插，甚至讲即个人贪心，咱就会甲好，叫伊去脱裤为海。啊，当然庄头有迄个老大较理解，即马就会打出来讲吼，大石也着石仔竞啦。咱敢毋是安那一句话讲，钱无骹袂烧，有影？钱若要烧会行，就爱有骹。啊，咱规定人安尼牵希望啊，伫咧望鱼啊，大人囡仔拢总来。因兜同影5个、6个，迄种囡仔啦，无出着力啦，小可出淡薄啊，咱讲要分鱼啊，咱嘛得带念讲因兜头喙济，所以钱无骹袂烧啦。大家团结，大家合作，大家合作，鱼啊甲望起来，大家有通分担，毋是介好。安尼有影本来咧计较，咧讲人脱裤为海的人表示理解，表示讲时代出来咧讲啊，规气正人牵的希望啊，正人拖起来望到鱼啊，分好公平，安尼话啦，大家共砖头都会共心。国情啊，今日就你讲啊，这拢总是讨海人过去流传到今艺术的俗语话。